谢喜称种葱不用土，没有田，用椰子纤维，模拟它沙地嘛，因为葱实际上它最好的地方是沙地。一个个不织布材质的大袋子就是葱的家，透水透气，不怕雨水过多，虫害也会减少。全台首见的离地种葱法，让葱的成长管理更有效率。干松的椰子纤维施肥容易，也能把葱种得深一点。这深度影响了葱白的长度，连带影响葱的价值。我们的葱白这一批的话20公分，下一批的话就变成30公分了。超长的根代表葱吸收快速，长得快。但我们注意到收成的葱发黄比例不少，谢喜称毫不在意。有机的这样已经算一流了。我拔起来的时候，应该你就闻到香味了。葱香浓郁，直接清炒就是一道佳肴。客家小炒里，葱不光是点缀，还是提香增色的重要主角。用高成本换来品质，谢喜称认为值得。一分地至少50万的费用，投资毫不犹豫。像这个我们花了很多钱尸体懂多钱。尸体懂多钱，用木腔用嘅种法，对不对？改变栽种方式。用嘅木腔用嘅种法按样种起来成功。在菜园里找到乐趣，也发现自己很有实验精神。离地种植法的延伸，谢喜称尝试用箱子种姜，发现杂草难除，需要改良。用太阳能捕虫，还想养小鸟，尝试自然工法。而他还有个长远目标，要减少年轻人对务农的排拒。2个人就可以管1甲地了，因为这样可以吸引年轻人来从农。以完全不同于传统种葱的方式，谢喜称不但在中年转业创造了成绩，同时也希望给农业建立一种新的观念，或是创造新的环境。尸体懂多钱，用木腔用嘅种法。尸体懂多钱，用木腔用嘅种法。